2026年4月30日，日本正全力發展廉價無人機，嚟應對中共嘅無人機威脅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近日，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親自訪問 Aircamui 等新創公司，強調日本一定要成為世界上最擅長使用無人資產嘅組織。佢指出，面對少子化帶嚟嘅人力短缺，無人機係保護隊員生命並強化海洋國家防禦嘅關鍵。呢個轉變顯示，日本正吸取烏克蘭戰場嘅經驗，利用佢強大嘅工業實力同低廉材料，將無人機由昂貴嘅轉化為消耗性嘅彈藥，以對抗中共喺東海同南海嘅無人機數量優勢。日本嘅消耗戰反擊策略 Aircamui 150子版無人機，單價成本大約$2000，只係一般軍用無人機嘅1/10，採用扁平包裝，唔使工具，一般士兵只需5分鐘就可以完成組裝，並投入戰場。90%由防水處理嘅啞鈴子製成，具有低雷達偵測性嘅隱身效果。呢種平民兵工廠，設計上可以喺任何普通紙箱工廠進行大規模量產，無需特殊軍事生產線。呢個意味住日本喺戰爭時可以迅速擴充無人機嘅彈藥庫。防衛省計劃引進幾千架呢類無人機，用於偵察、物資運輸，甚至搭載小型炸彈進行蜂群式攻擊，藉此消耗敵方嘅昂貴防空飛彈。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。習近平問你點頂啊？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